伫你荣耀过我的日子，万个用欢喜得调的心，聚集伫你的圣殿，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。主啊，阮是何等感谢你，找见你的圣子耶稣基督，为阮受苦钉十字架，你也予伊对世人中搁活，予伊得到应该有的荣耀。所以，阮大聚集伫圣殿中间，要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搁活，也要领受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的恩典。求主甲阮三甲之地，坚固阮的信心，互阮用敬虔的心来服侍你、敬拜你，也伫今日礼拜中间，将你应该配得的荣耀归乎你。主啊，阮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，求主亲自赐福看顾，保守阮所做的一切，特别是今早起阮服侍正当工，求主你顾守。我献歌队所献的诗歌、诗琴、诗花、团工信息所做一切服侍，求主坚固、保守。互阮会当带领众兄弟姊妹做伙来荣耀你的圣名。主啊，阮也特别将教会所设立的机构以及阮的分堂，拢仰望伫主的圣手，求主亲自赐福带领，互阮会当借着阮本身所做的一切来荣耀你的圣名。同时，阮也将阮所徛起、阮所心爱的乡土仰望伫主的手中。求主亲自带领，保守看顾一切，互你所受事真实的公义、和平仁爱，都会当临在伫即个国度，互阮会当用自由的心来追求真神，也兴起台湾的正教会，都会当伫各地无共款的区域为你做见证，将对你遐来的疼分享出去。互更侪人认捌你来得到福气，求主也亲自赏赐这恩典。愿来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
伫要到现在，就是真正敬拜爸的人会用心灵甲精神敬拜，因为爸爱即款的人敬拜伊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灵甲精神敬拜。这时阵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神圣诗104首，耶稣真正是个我。这时阵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圣洁的上帝，慈悲的主，圣的主日，阮众兄弟分别做成伫国外的主日，来到伫你的面前，要来朝见你，请你的圣神这时临在伫阮的中间，来接纳阮所献上的心。主，阮真正要感谢你，赏赐你独生的圣囝，阮的救主耶稣基督出世成做人。伊为着遵探上帝的旨意，受钉死，就是十字架顶来担当阮的罪，拯救阮脱离魔鬼的关系。恳求主怜悯阮这软弱可怜的罪人。阮常常伫心思、言语、行为违背着你的旨意，嘛深知阮心中有真侪隐藏的歹。恳求主用你慈爱，伫十字架顶所流出的宝血，洗清阮，互阮的心中得到你的保守，互阮一切无人知的罪过，除去阮一切的误会、不义、得罪主、伤害着人，阮所毋知的罪，洗清阮。阮相信你要接纳反悔的心，
只要阮愿意拍开阮的心门，寻求主耶稣，你就要赦免阮一切罪过，用清洁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主，你疼惜世间每一个人，嘛疼惜阮台湾。但是你知，阮即马因为局势的变化，阮台湾也受到真侪冲击，有人落伫痛苦、失望、孤单、惊吓的情景。特别伫阮的国会、立法院有不法的委员，为着私利，为着个人的名声，在伤害台湾民主自由的主权。恳求主，互阮的赖清德总统所带领的文武百官，有上帝赏赐因的智慧、能力、公义、甲勇气，来治理台湾的国政，带领阮的百姓，互阮大家做伙来守护台湾这个主权，互阮台湾的百姓安心徛起伫这个土地，因为阮有主通去倚靠。所以，阮相信，阮的台湾是受主保守的台湾，阮徛伫遮会通安心。主啊，我嘛为着伫缅甸有大地动，要请你的圣神来帮咱，互物资会通送到伫因的所在，互因会通紧紧得到恢复家园。主耶稣啊，你告我，互阮有定心，用着感恩的心来出发，回应主耶稣你对阮的疼，并仰望主耶稣告我带来的新的愿望，真实体会着主你的疼。并愿意为着主来活，耶稣疼阮，愿阮每一个人拢有平安，互阮的所行所做合你的心意，来荣光你的圣尊名。主，阮的祈祷无够完全，我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互阮。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了赦免过阮的人，无得传即日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这时，请咱做伙来交托启应文，伫圣诗后面，圣诗第4篇，诗篇16篇，诗篇16篇，启应文第4篇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我的灵啊，你捌对耶和华讲。论到地上圣的百姓，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，伊献电花的祭，我无要献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甲我杯中的分业。所让互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。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。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，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神快乐。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，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。学了这时，咱要请圣歌团带咱来敬拜上帝，基督倒伫坟墓内清唱剧。
哈利路亚，哈
咱三甲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哥林多后书5章14节到19节。因为基督的疼催逼阮做一个结论：一个人为着众人死，众人就拢死。伊为着众人死，是要互遐个活着的人，无过为着家己活，是为着迄位替因死搁活的基督来活。16节，所以对打以后，阮无过根据人的标准捌人。虽然阮捌用人的标准捌基督，毋过现在无过安尼捌伊。安尼，无论啥物人，若甲基督结连，就是新创造的人。旧的已经过去，呾拢变做新的。这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。伊通过基督，互咱甲伊搁和好，搁将互人甲伊和好的职务交代阮。19节，阮所传的信息是安尼：上帝通过基督，互世间人甲伊和好，无搁追究因的罪过，搁将即个和好的信息交托阮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照安尼去行的人。信息蔡主任牧师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国外节，真欢喜，咱搁一遍组织伫圣殿中间，透过诗歌，透过敬拜来庆祝主耶稣基督国外。这是咱要领受上帝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即时静静听候你的话，求你透过你的话，搁一遍，透放阮受捆绑的灵命。互阮会当真心追求你的心意，照你的心意去行。求你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今日伫遮庆祝主耶稣基督国活。首先，咱就是爱明白，耶稣基督之所以有国活，是因为伊捌为咱死。伊之所以为着咱死，乃是因为上帝真实疼咱。咱拢知疼有极大的力量，但是因为人的软弱、人的欠缺、人的无完全，所以咱的疼也是无完全。完全的疼只有对上帝遐来的才找到。特别是咱顶礼拜是受难周，毋知影大家有利用这段时间详细来思考。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？伊为什么要受苦？如果咱来当照教会进度去读咱的福音书，咱就会当真清楚，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，毋单单是一个好人、一个义人、一个完全的人，伊也是上帝的囝。亲像约翰福音书所讲的。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因，互一切相信伊的无至到灭亡，反得着永远活。因为耶稣基督本身是上帝的囝，伊之所以来到世间，就是要互一切信靠伊的无至到灭亡，反得着永远活。所以今日圣经保罗先生安尼讲。因为基督的疼催逼咱，因为咱知，一个人既然替众人死，众人就拢死。而且伊替众人死，是要互遐活着的人，无搁再为着家己活，乃是替因为着替因死来搁活的主来活。这意思是讲啥？是讲耶稣基督为咱死，所以咱家己本身的软弱罪性。爱借着耶稣基督的死，甲伊同齐死，就是将咱的罪性除去。因为上帝无爱人伫这罪恶的捆绑中间面对死亡，所以上帝疼咱，将耶稣基督赏赐予咱。所以这款遮尔大的疼激励咱，互咱会当得到改变，互咱会当学习。
咱也当领受上帝遐个疼，来克服咱人生的软弱，来疼别人。这是咱搁活这中间第一件爱思考的代志。第二项，搁活这是一个带来愿望的节期。伫这段咱对着所读的经文中间，提起到一个人新的活命是为着对死人中搁活的耶稣基督来活的。所以这个讲起到咱的信仰的一个真重要内涵，就是耶稣基督是对死人中搁活。其实咱会当讲，咱的信仰无比这个对死人中搁活更加重要的主题，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搁活，所以才有今仔日的基督教会。所以保罗讲，若基督无对死人中搁活，咱就无啥物通好传的，咱也无啥物通好信的。如果耶稣基督若无搁活，咱今日参加是个别性。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有搁活，所以咱今日是参加是搁活节的庆祝礼拜。咱有通好去传讲的，就是咱所信靠的是一个对死人中搁活的上帝。伫遮咱能看出，对死人中搁活的信息，是咱上界中心的信息。对死人中搁活这信息，也是咱的信仰甲其他的宗教上界重要的差异。我一句话，若无死人中搁活，咱的信仰就无价值。因为除了死人中搁活以外，咱甲其他的宗教，其实其他的宗教会当找出咱所传讲的真侪相款的教义，但是独独这个对死人中搁活，这个带来永远活的活命，这项代志，显出咱的信仰的真特别的所在。因为对死人中搁活，这是互人我尔欢喜的好消息。有搁活代表死亡无可再可怕，因为咱知死亡是每一个人真惊得去面对，而且无法度避免的一件代志。因为人上较惊的就是死亡，而且无法度抵挡伊。每一个人其实面对死亡有真侪无同款的态度。我过去少年的时阵，感觉家己身体真好，无迄个面对死亡的惊吓，感觉真勇敢。但是，一直到你拄到迄个死亡关头的时阵，你才让深深去体验讲，哦，原来咱面对死亡的时阵，依然有惊吓。我记得我有一遍，我新人医大毕业。伫学生中心做传道，这个有一天，我那是一个学生宿舍，大概差不多20个学生。有一天暗时差不多12点的时阵，突然间，阮迄阵迄个头前迄条路开无偌久迄是一条新的路，所以无真热烈，暗时暗嘛。突然间远远的所在有传来迄个声音，讲大声喊讲救人啊，救人啊！一妇人人咧喊的声音。这时阵一喊了是愈喊愈大声啦阮规个宿舍的人拢会当听到迄个声音。结果阮就全部拢走出来看。迄个时阵对我出来差不多10几个学生，徛伫后壁面我出去的时候看到一台轿车停伫阮的头前真大台。内底有声音就讲，就一个妇人人伫遐喊讲救人啊，救人啊！我就去勇敢拢去来拍迄个窗仔门。去迄个窗仔门拢安尼自动安尼降落来
爱降落来时，我突然间有一种心中的惊吓。我讲，万一吼，内底剩一支枪出来吼，后变者我毋就无命。啊，所以迄个窗仔门安尼降落来啊，我拢对伊安尼降落来。吼。啊，结果我想讲，哎，不要紧啦，阮人足济嘛，10几个啊，也无咧惊啊。结果我头一看，哇，走一半去啊！啊，厝里拢对我安尼，拢压落来。啊，个内底有一个妇人人，发出大声讲：救人啊，救人啊！啊，然后因看到阮一日人徛伫外口吼，佮愈喊愈大声，吼，啊，伊边坐一个查甫人咧开车，啊，就讲，迄阮某啦。冤家，哇！迄叫迄个妇人人听着安尼啊，吼，我掠讲吼，愈发愈大声，救人啊，救人啊，就要拍因身身。啊，这时阵我落来讲，阮这教会吼，恁礼拜内底，吼，大家较冷静者讲者吼。结果吼，迄个妇人人吼，佮愈大声吼喊，啊，叫因身身拢生气吼，拢开车拢走去。啊，走去了，我拢。叫阮迄个学生哦，记迄车牌去报警吼，讲有一只车对迄边走去，对迄方向走去吼。啊，但是迄个时刻吼，我真正吼，该惊一个讲，我若万一吼，这时阵吼，迄阵我囡仔还足细汉嘞，我若万一若无命吼，记上帝吼，看要安怎就好。啊，所以吼。我感觉人拄着这死死的关头的时阵吼，拄着死死的关头的时阵，真正心中会惊吓。哦，但是感谢主了。哦，咱来知为什么咱对死亡会遐尼惊吓？因为咱对死亡这件代志无了解，无确定。啊，佫无一个人对死人中佮我。但恁讲死亡了的情形是安怎？虽然咱会惊吓，但是惊无路用啊，因为惊你嘛是要去面对，是咱每一个人拢爱面对的。但是感谢主啊，咱的信仰哪能讲？咱唔免遐尼惊啦，因为死亡对咱来讲唔是种结束，反倒等于是一个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对死人中佮我。有一天会佫回来，有一天会佫回来，而且伊应允，伊将来要带咱去迄个通安息的所在。所以已经佮我，如果咱若相信伊，咱就会当甲主耶稣基督生命连结做伙，吼，互咱将来是一个有愿望的人生。所以咱对着讲。如果受苦是疼的表现，安尼，佮我要表达的就是愿望，这是咱佮我一爱思考的第二件代志。但是咱拄着一个问题，咱要去人说明耶稣对世人中佮我，因为保罗讲，咱得到一个积分，就是爱去宣扬这个上帝甲人和好的信息。啊！你要宣扬上帝甲人和好的信息，你着爱讲起耶稣基督对世人中佮我嘛，这样死死的宽恕嘛。但是这对真济，特别是比较较理性、学科学的人，要人相信讲世人会佮我，是真正真困难的代志。我特别我过去伫学生中心工作，我所负责的。大学是一个用理工科做主的大学，有诶真理性，特别我真侪交陪真侪朋友，嘛是拢真理性。伊讲，知影我做基督徒的时候，伊来我笑，来我口说，讲你做一个学科学的人，较会去相信讲在小女会怀孕生囝，较会去相信讲死人会佮我，你嘛要提出一寡证据，互阮相信。就是讲，你若讲一个刑事案件，嘛是爱有证据，人才会相信啊。无证据，要叫人相信。所以咱基督徒爱认真去找证据。所以我就认真去找证据。
找到我来讲，我来讲，关键耶稣跟我吼，我有物证，阁有人证，啥物是物证？我讲吼，物证就是啥？空的坟墓，空的坟墓。我一听到这吼，大家就老笑啦。我空的坟墓是咩做物证？你讲一个空的坟墓，有可能即个情形，当然耶稣跟我是一个情形啊。嘛有可能遐富人人上过紧张，上过惊吓，走毋着墓，找到一个空的墓，嘛有可能是耶稣基督的学生，把耶稣的尸体偷摕出来，迄个坟墓较变做空的。你毋通想讲这无人安尼讲呢？你若看马太福音书，当时的祭司长就摕钱报罗这顾墓的这士兵，讲恁爱去讲一个消息，讲耶稣基督的门徒把伊的尸体偷摕出来，所以开始变做一个空的坟墓。所以伫马太咧写马太福音书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这个消息也流传伫迄个当时的社会呢。所以毋是今仔有假消息的，迄个时阵就有假消息啦。所以空的坟墓敢毋通做物证，对咱来讲会使，但是对一寡毋是的人，无法度。安尼你讲，我有认证，因为有一群人看记着耶稣基督跟我，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5章第30到第80写的，伊讲耶稣基督有显现彼得看，有显现12使徒看，有显现当时显现500几个兄弟看，以及雅各看，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，真侪人拢捌看见着跟我耶稣基督，甚至到落尾，耶稣基督嘛，互保罗看见。所以保罗来记载落来。咱讲我有这认证500外个呢，但是毋是的人嘛是毋信。你讲迄圣经恁家己写的，所以到底要说服这个人去相信，到底要说服这个怀疑的人，要互伊相信，其实是第三项，就是见证。物证认证真困难说服，但是见证会使，因为见证是啥物？见证就是一个人的改变。亲像拄则咱所读的经文讲，老人甲耶稣基督结连，伊就是新创造的人。新创造的人就甲过去无共款的，过去有罪性的人无共款的。即款新创造的人伫更新的过程中间，咱会看出伊的改变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在座如果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咱就是见证者。牧师不时同大家讲，一个无信耶稣的人来甲咱教会咧看啥？看咱安怎敬拜上帝。因为因若去庙宇咧敬拜因的神明的时阵，因拢是用真敬虔、毋敢顶大的心。咧敬拜因的上帝，伊来个教会看咱咧敬拜的时阵，如果咱无男无女、马马虎虎、清清菜菜，有人拄久，有人咧看手机有人咧做啥物货，会讲咧拜真神，较有可能拜到安尼，这就是无好的见证。但是大家拢是专心一致，将家己的心神、肉体拢咧完全服侍上帝。安尼人会感受到讲，哇，咱咧敬拜是真神上帝。另外，人伫外面咧看啥？咧看咱怎样，咱的行事为人是怎样？这就是见证。来看一个信耶稣的人是安怎过伊的人生。如果若有改变，如果若甲过去无共款。你是甲伊真好的朋友，你生命有改变了，伊绝对会咱发现。这种见证是上有说服力的。所以，牧师要鼓励大家，要有真水的见证。
基督徒的见证表现伫真侪方面。伫小的方面，咱对个人开始，咱家己改变，而且尽咱的力量去听咱四周围的人。虽然知影有啥物人有困难，咱就起来关心；别人无要插伊的时阵，咱就加较侪关心。互伊知影上帝听的是啥物。比如讲，咱伫周报顶面有看到，就讲新闻内底有看见到，伫缅甸发生地动，迄个所在过去真少地动，所以人拄着遮尔大的灾难的时阵真惊吓。确实有啦，造成真大的破坏。咱若对传教士所传落来的影片，咱会看见到当地人真惊吓。咱即摆有一个管道，会当去来关心的时阵，咱就尽咱的气力捐一点咱家己的钱，会当起来帮忙买一寡物资，送因到遮的受灾的人手中，甲因分享。这是咱做会到的，咱就尽力去做，去来关心。咱知影倒位，比如咱教会有教社部，咱就知影倒位有需要，咱就去来关心。这咱拢会当奉献来关心这个事。伫大的方面，牧师也要鼓励大家投入整个社会改革的运动。通过这社会改革的运动去见证，咱听咱所徛起的乡土。咱一方面爱为着咱的执政者以及有权影响台湾未来国会议员来祈祷。另外，咱嘛爱有一寡行动，积极去参与社会改变。咱对圣经中间来看，无论对旧约的先知，也是一直到新约的耶稣，拢是对当时的国家社会提出革命性的建议。当然有关咱最近，特别咱拄则诗会咧祈祷的时阵，嘛有祈祷到，咱台湾即马伫民间，有提出一寡社会运动、改革的运动。有一寡人想要知影咱教会立场是啥物？其实牧师要大家讲，牧师鼓励大家去关心这个事，咱较侪方面去观察，毋是听一方面的意见尔，咱收集这意见。我相信上帝一定互咱有智慧，互咱做正确的判断，去参与、去关心。而且我认为咱基督徒伫现代世代中间，更加应该爱积极参与社会改革的运动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之所以当自由来教会敬拜，咱会当追求精神的自由，这毋是所有国家的人拢会当享受的。因为咱今仔日有自由、有民主。所以呢，咱才会当伫即个土地自由敬拜上帝，咱会当自由去传福音。这嘛毋是真简单就得到的，是过去有真侪前辈用因的生命付出，咱今仔才有会当享受即款的自由。所以咱维持现主时即款的状况，互咱的国家会当得到稳固徛在，而且。咱若关心社会政策的改革，会当互上帝公义临在伫即个世间，这是真好的见证。咱想看嘛，咱关注一寡钱，只会当帮助一寡人尔。但是一个好的政策的改变，会当造成千千万万人的利益。这是咱基督徒应该爱参与、爱去关心的事。求上帝互咱智慧。帮助咱去做正确的行动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希望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透过主耶稣基督，赏赐阮快乐，赏赐阮救赎的恩典。阮恳求主继续带领阮，互阮也有能力领受你的听，分享你的听，来为你做见证。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
这个时阵，请咱搁起立来吟圣诗348首。请坐。这个时阵，请咱三甲来奉献。
请咱起立来感谢奉献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予阮会当住伫即个台湾民主自由的国家，阮会当自由来敬拜你。阮献上感谢，即是阮用金钱代表阮的心意献上伫你面前，愿你欢喜接纳阮所献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靠耶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个时阵，我来报告，咱今仔日搁偌济主日，互咱用感恩的心来欢庆主耶稣基督已经战赢死亡的关系，救赎咱，赐予咱无比的疼甲恩典。礼拜中会分享每一位兄弟一个彩蛋，上顶耶稣基督赐予咱的新生命。第二。本主日第3场礼拜中，搁活一个俄乐敬拜，感谢许瑞珍老师，指挥圣歌队献唱《基督点伫倒伫坟墓内》清唱剧，以及节庆乐团的伴奏，带领咱做伙来俄乐甲欢庆主耶稣基督已经搁活，愿上帝纪念并祝福所有参与的服侍人员。多谢你。多谢恁的服侍。第2点，集体的关怀。本会会友罗胜泰弟兄的妈妈，罗平金基牧师娘，罗英光牧师的夫人吼，伫4月初7安享主怀，定伫4月20。今仔下晡2点，伫咱的10楼礼拜堂举行追思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为主。本会咱的会友陈慧珍的姐妹的爸爸陈忠孝先生伫4月11过身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为主。搁一位是咱的本会会友陈荣吉弟兄、徐秀珠姐妹的先生伫4月16安享主怀，定伫5月初10。拜六下晡2点，伫咱的7楼礼拜堂。举行个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参与，愿上帝安慰为主。那么真恭喜刘宗汉弟兄，就是咱刘建良长老陈淑慧伉俪的囝，甲伊的新妇郭家平姊妹，伫4月18得到一个细囝，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全家。那么为着咱的所敬听的。本会会友汪业正兄弟甲台东圣教会周怡婷姐妹，定伫4月26日，即个拜六下晡2点，伫咱的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礼拜，愿欢迎大家来观礼，愿上帝祝福新人，愿上帝祝福因。即个时阵，咱要来看咱的影片吼，咱的教会历史的影片。历史上的窗帘。1936年4月，陈锡俊牧师封墓。陈锡俊牧师于1895年出生在基隆，父亲陈良固是双连教会的首任长老。中学毕业时，陈牧师因着吴宽裕传道师的教诲，做医生只是救人身体，而做传道却是救人灵魂，从此献身为主。1910年，他进入淡水的牛津学堂，随后前往日本，先后就读于同志社大学神学部
和东京神学校，于1919年学成归国。1920年，还是传道师的陈希俊与萧安居牧师的长女萧美珠女士，在吴威廉牧师的见证下，共结连理。1921年，陈牧师自宜兰转派至双连教会担任传道师，在他的带领下，教会于1926年新建了第2座礼拜堂，为信徒提供了更宽敞的聚会场所。他也深知教育的重要性，于1928年创办了双连幼稚园，开启了台湾幼儿教育的先河。1936年4月7日，他正式被安立为双连教会的首任牧师，开始了超越半世纪的牧养生涯。在陈牧师的牧养下，双连教会一步步地在信仰上扎根。陈牧师十分注重青年培育，除了参与基督教青年会 YMCA 的事工，以及后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青年团契 TKC 的创设，更是长期带领双连青年在大屯山营地举办夏令会。双连上个世纪的长职同工多是 TKC 出身。1973年，陈牧师与教会以无比的信心，在历经111次会议后，建成了台湾首座11层楼高的宣教大楼，是为双连史上第4间礼拜堂。陈牧师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双连教会。1951年，他携手南北长老教会的领袖，成立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，并担任首届副议长。1954年，他与陈维平牧师共同创立了中华民国基督教协会，积极推动教会间的合作。此外，他长期参与圣经公会的事工，担任董事长，为台湾教会的整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陈希俊牧师的一生是奉献与服侍的最佳写照。他以无私的爱心和坚定的信仰，带领教会走过风雨，影响了无数人的生命。愿我们双连人能够承继陈牧师的脚步，继续在基督的道路上勇往直前，荣耀上帝的名。这个时阵，咱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来介绍今仔日甲咱做伙聚会这兄弟姊妹。第一个要介绍的是主华节甲赎回节，过主华节甲单赎回节，毋要坐伫倒位？坐伫后壁咱拍。好，欢迎哈！佮另外有对美国回来的吴坤玉先生佮赵良丁女士，这是赵处理长老的查某囝佮囝婿哈，欢迎欢迎。今仔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。好，今仔是国外节吼，所以教会有准备。有。倒位，到第一遍来兄弟来咱拍拍欢迎哈。好，新阳。好，好。好，欢迎哈。今日是国外节，教会有准备一个菜两要送给大家，咱即摆请咱的同工来协助分给大家。大家坐就好嘿。
未摕到的，咱先举手一下，互大家看一下，互伊这同工知影吼。应该大家拢有摕到啊，吼。好，多谢。这是咱做起立来吟上言圣诗510首，请咱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感动、夫妻相通，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谢恩，恭受垂克。